自然命格就会改变，就会改变。你若无修养，你上会准哦。但是有修的人，有咧做对，命格伊会变，命格伊会变所以讲下身呢，毋通去执着啦好修养就无毋对。一粒爱有一粒忏悔的心，志中永不渝。咱爱有忏悔的心家己忏悔家己忏悔，拢是我的毋对。兄弟姊妹对咱无好，咱嘛爱忏悔这拢我的毋对，甲咱教了无好势。你毋通怪我他会使安尼做啦，对前辈才会使安尼做啦，你著甲教无好势，伊毋才会对你安尼。你若甲教好势，你看逐个必依必顺除非啦什么货啦拢会晓讲咱甲教无好势，咱搁责怪伊，伊对咱无好，咱搁责怪伊，毋对会送，咱毋对咱毋对啦所以讲下身呢咱爱志中永不渝好好劝导，好好助人救人，兄弟姊妹脾气毛病，有人说要袂咱爱有耐心要有耐心去甲伊教化，祝福伊下身呢参咱相相安尼向前来行啦袂使讲下身呢这无法度啦，这死情啦，这无法度改啦安尼袂认为你著甲切度甲看甲拢无法度安尼啦像咱咧修行共款我透有这用啦，家己就是讲迄个锁怎啊牵起来墙甲围起来，讲无法度我拢袂当出去无门通出去安尼咧，你著家围条无留门免怎出去袂前就讲无法度啦，我无法度，我毋捌字，我才会晓讲，我才会晓度人，你家己著为成自主家己锁著家己围起你是要换哪会出去你若讲人是万物之灵，人迄毋捌字认真读，逐个嘛做个度人，做个讲话做个讲的安尼。所以讲呢，人生的变化世事难预料啦迄像迄耶稣出来讲世事如棋，乾坤莫测啦世事亲像棋子共款啦，变化无极啦人生的变化足歹预料的啦，咱效法先佛的迄个德行啦，德慧行啦迄个效法先佛的迄个德啦，人伊拢意思拢为着兄弟姊妹，为着苦害众生啦。咱爱跟随着伊的脚印伊会成，咱若好做，别人咱嘛会成安尼啦咱若下身呢无跟随着伊的脚印，人伊咧成是佛祖咱就害太分段迄无成，迄是咱个人的代志啊咧因为你都毋跟随有样看样无样介相都有样你去看，你都毋好为着你的分段所以无爱做，到尾害太若身体咧无好。去到病，兄弟姊妹咧看，某人自卑啦上求上天自卑啦，互我会好起转来拢要举山，拢要认真度人安尼啦。我好安尼叫你做，鼓励无爱啦。若到下身的身体咧坎坷，就求上天啦，自卑啦互你阁有机会，人阁爬起来安尼做啦，安尼。我讲，互你好，阁毋免一个月啦，就阁袂去即个份啦，安尼就对了。咱人拢是害财心啦。大家共勉啦互我报告到遮啦搁落来就是咱的国家啦下面咱请咱的新源山的国家团啦，由咱卢主业老师呢甲咱指导啦咱即马就以热烈的掌声啦来欢迎咱的卢主业老师领导国家团。
公民从金融的万贵心当，记了千年诗，诗情换如意，心头中有千个公民从金融的万贵心当。开开心心追求自己的梦想，你的心让我依依无有烦恼，心平静，爱到不等，谁比才会牵住心？每次出比心，拯救苦衷心，笑冤家的家命。起了忏悔心，只将人不易，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无情，好坏先稳定归心。起了忏悔心，只将人不易，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无情，好坏先稳定归心。人生的变化，世事难无情，好坏先稳定归心。好听无？好。哦，好呢。人员毋免着用到偌济啦，会遐大诶吼，贵啊吼，都有够用啊。所以讲咧，弹了咧袂歹，歌唱了嘛袂歹啦吼。所以讲咧，咱咧把握时间啦吼，唱3摆，唱一摆，抑佫2摆，咱把握时间啦吼，佫互老师咧继续指导啦吼。来，咱以前咧就掌声。